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。出乎意料之外，所有礼物从你而来，幸福竟让我喜出望外，你同在，从不曾离开。依偎在失去的梦想，卷在你手中，因你恩典而成就。过多被抱着的渴望，框住神你柔美形象。标准答案，你的好颠覆我所想。依偎在你的胸怀，
求，你心思比海沙更多，如洋海充满，每个时候诉说，你永远爱我，你点缀星空，却也顾念我，你的爱超出我所求，失去的梦想全在你手中，因你恩典而成就。大家一起唱，我还未开口，你满足我所求，你心思比海沙更多，如洋海充满，每个时候诉说，你永远爱我，诉说，你永远爱我。让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来敬拜。在你的宝座前，天使聚集赞美，荣耀永远属于你，万国万口万邦，穿着洁白衣裳，我们前来向主歌唱。
与至高全能的君王，我们的声音诉说你的荣耀，你的慈爱直到永远。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，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，蒙恩的儿女，歌颂你的美好，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，感谢上帝，我们愿献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甘心乐意奉献服侍于你。因你顾念我，给我永远超乎我所求。你爱我，早在我认识你以前，陪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脆弱的时刻，也原谅我们的偶尔不坚定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和经历，都能与你更亲近。求你在每次的聚会，都能让我们逐渐成为温暖有爱的人，能带领更多人归于你。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请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一起来读新的诫命。请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请坐。奉献，请奉献的同工。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爱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过，因为你的怜悯，我们得以在你的保守中平安度过每一天的生活。更因着你的恩惠，我们可以得着满满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长阔高深，无法测度。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心里，不叫我们得罪你，不叫我们远离你。主啊，我们喜爱你的声音，我们要来亲近你。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，做我们路上的光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跟随你的脚步，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又要尽心尽性来爱你，服侍你，甘心乐意来献上自己，无论是金钱，亦或委身奉献，都要尽我们的本分，因为知道捐得乐意的人是你所喜爱的，你必将各样恩惠多多地加给我们，使我们凡事兴盛，常常充足，能够多行各样善事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刻，要向你敞开我们的心门，好接受你更多的话语教导，
好叫我们生命增长，服事有力，奔跑不倦，得着荣耀的冠冕。这时我们要用主所教导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报告，我们来看周报的内页。请我们注意下个礼拜的崇拜的侍奉所担任的工作，请留意。我们来看本会消息。第一，本主日中午，知美牧师前往李春生教会主持小会。第二，本主日爱餐结束后，进行全教会大扫除，以及卸除圣诞的装饰，请各团契配合总务部所分配的区域，并请各团契会长负责调度人力，同心合意为主做工。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把我们的圣殿整理得更清洁。第三，各部各团契，请于本日将2023年度施工报告，还有2024的施工计划及预算书交给干事，以利和会手册的编印。第四，1月29号星期一的下午，教会消毒，所以1月30号礼拜二教会不开放啊，请注意。第五，2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召开小会，3点半召开长执会，请长执留意预备心参与。第六是新春期间的聚会公告。有三个日期要注意的哈。第一就是2月10号的星期六，大年初一上午的10点，刚好星期六是大年初一哈。上午10点，我们举行新春的称谢礼拜，这是合堂礼拜，请注意没有1、2堂哈，是合堂礼拜。第二，2月11号星期日是隔天上午9点半，我们正常举行的主日礼拜，也是合堂礼拜，请务必注意哈，这2个农历初一早上跟隔天的主日崇拜，通通都是合堂礼拜。第三，2月8号星期日的小年夜。到2月14号星期三，这一段期间的周间团契的聚会，通通暂停，请留意。好，奉献的明细登录在这里，若是有出入，请向会计来更正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，出埃及记25章第1节到第9节。出埃及记25章第1节到第9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所要收的礼物，就是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。”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皂荚木、点灯的油，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。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都可以镶嵌在以弗得和胸牌上。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讲到我们请义杰牧师，他要讲到的题目是奉献甘心乐意，请牧师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好像有很多人我已经2个礼拜没有看到了，小贾哥，
从结婚之后就没有看到你了，有想我吗？好，好奇姐，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夸张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愿你将活泼的灵、喜乐的灵，有聪明智慧灵常放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领受你的话语，也让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底从哪里来，我们又要往哪里去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、祷告、祈求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按着教会读经新眼光的进度，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。其实出埃及记其实非常的好玩，大家可以看那个现在那个电影也有出埃及记，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哈。描写的就是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百姓，上帝听了他们的哀求，上帝就差派摩西，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从出埃及那天开始，以色列在埃及总共做奴隶做430年，430年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，会经过好几代的时间，所以这个民族是很悲哀的民族啊，做了430年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在做奴隶啊。我们看到上帝拯救的过程也非常的奇妙，很特别。上帝让法老的心刚硬，现在翻译叫让他固执啊，就够紧啊。我们想说，这个人很固执，怎么讲都讲不听，那固执。用了10个非常的恐怖的灾害，法老才愿意放他们离开。然后呢，有人会问说，为什么法老要用10个灾害？照讲一个灾害就应该让他走了。第一个灾害是什么？让尼罗河的水变成了血。我们今天可以想象，我们这边是什么水库啊？翡翠水库现在突然变成血，全台湾的水库全变成血，你知道会产生什么大问题？我不敢想象。水龙头打开，全部都是血。喜欢喝咖啡的到咖啡店，打开之后那个水泡出来都不能喝，很恐怖。上帝要让以色列，让埃及人知道，其实他最主要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，如今带着他们出去的是个神明，跟以色列他们知道那个神明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牧师举个例子，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基督徒，也听了很多的比如像佳佳，来教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也听了很多圣经的故事，摩西这种他们都会背了。子爱也很厉害，从小在教会长大了。所信的上帝都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啊。但是对第一代，像一手，你看被点名，不好意思，像一手这个出来教会的，来到教会的，或者是牧师，在20几年前刚来到教会的，我们对教会其实在拜什么，其实我们真的搞不太清楚。说实在话。我们说是因为这个姐妹，然后我就跟着她，我看着她，所以我们要透过在教会里面一段的时间，我们才慢慢会认识这个上帝。意思是一样，所以从上帝他很用心，带他们出埃及，过红海，一路上云柱火柱看着他们。这过程当中也是在帮助他们认识，你现在跟着这个是这个上帝。这个可以白天很热的时候，我用云柱帮你遮的；晚上乌漆嘛黑看不到的时候，台湾人现在路灯太多了。牧师以前在金门小时候没有路灯，因为不能有路灯，因为那时候还是戒严的时期，满天星星。可是现在路灯太多了，很反差，所以你没办法去，就是说晚上乌漆嘛黑的时候，那个火柱就是非常一点点亮，就是很重要。上帝叫这些很会吵闹的他这些以色列百姓叫做上帝的军队，上帝的军队。如今上帝来到西乃山，重新再一次跟这些以色列百姓立约，而且立约就是用他的血来跟他们立约。我们知道血是代表生命，这个是一个生命跟他们立约，代表什么？生死与共的盟约啊！
小甲跟婉柔刚立完了盟约啊，他们请问在立的是盟约啊，不是打契约啊，盟约。上帝跟他们也是个盟约，在这个时刻，上帝真正成为以色列人的上帝。这条路走了430年。牧师其实在写这一段的时候，内心非常的激动，眼睛充满了眼泪。因为这个是一段救赎的过程，也是我们得救重生、认识主的旅程。我相信很多的在座第一代的基督徒，应该有跟牧师的经验。海华，又好，甚至利安说他重新坚信你之后，他整个人都改变了，就是这样子，有一种救赎的过程。回想牧师在33岁认识主耶稣之前，我在世上的日子也是好像一段受到奴隶的日子。怎么说？我受很多的神明偶像的控制，我受很多传统价值偶像的捆绑，我陷入了追求财富、地位、面子的偶像里面。我跟着世界价值观的水在流，而且好像也还蛮开心的，因为有时候也得到好多我想要的东西。可是其实我们内心深处是空虚的，常常在某一个点的时候，你会陷入黑暗的艰苦当中，因为你的内心没办法得到满足。最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哈？请问谁的家里会摆4000万现金的举手？在座的，10万都不一定会摆了，还摆4000万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什么王牌律师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看个新闻，摆了4000万。就好像一个用网络什么诈骗，然后被抓到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。为什么这样？当人跟生命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其实是很空虚的，空虚会产生很多的贪婪啊，他靠很多的东西来满足啊，很多的东西来满足啊。弟兄姐妹，如今上帝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，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到教会，我们得到救赎。当我们从世界进入到教会的时候，这个也是一段出埃及的经历。这一段是一个征战的旅程啊！要不是上帝出手，牧师在20几年前不可能来到教会。佩义本来是浪子，然后因为他同事把他重新带到来建成。又好也是因为参加他姑姑的一场告别式。上帝救赎了他，上帝用了这么大的一个，真正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。所以出埃及，我们常常读得很简单，出埃及是付上很大的代价。怎么说呢？出埃及可以是历史上最凄惨的一场战争啊！我们回想有哪10个灾害？第一个，水变成血，蛙灾。我们现在想象，我们现在整个教堂里面都是青蛙，你会怎么样？吓死你！我跟你讲。家里面只要一只蚊子，晚上就不用睡觉了。晚上有1000只蚊子跑到电信你家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这3年来，一个 COVID-19， 我们就受不了了。牧师特别去查，他很快忘记这个事情了。这3年来的死了好几百万人哦，好几百万人。何况10个灾害，陆陆续续在埃及地。圣经说，埃及地全地死伤惨重，没有一个家不死人的，没有一个家不死人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情况吗？我们现在都没办法想象，会哭啊！你再想想，我们这整条街上每一家都有死人的话，你看很恐怖啊！我们要想象这个出埃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牧师要讲什么呢？就是说出埃及之后，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思考，他们当今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是谁的奴隶？法老王的奴隶啊！他们的命是谁的？是他们主人的啊。出埃及之后，他的命是谁的？他们要去思考。那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：我们的命是谁的？好，等一下礼拜完结束之后，大家跑到外面去问路人3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的命是谁的？
你的命是谁的？大部分人都会讲说什么？当然是我的啊！啊，好，你再问，这是一种情况。你再问你的命是谁的？一定有人说神经病啊，会不会？一定会有啊。牧师也是想象，如果有人问我是吧？第三个，一手，你的命是谁的？他很认真在思考，他很认真在思考，对，就是有这种人很认真在思考，我的命到底是谁的？我的命到底是谁的？在座的，纵使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，牧师要问你，你的命是谁的？你我的命，在座也有一些还不认识到你我的命到底是谁的。如果这一点没有想清楚，我们很难进入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因为今天的经文讲到以色列百姓献礼物，要来建造会幕，这个圣殿这个大的工程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1节到第2节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。请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甘心乐意就可以收下归我。”上帝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，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哦。弟兄姐妹，你从社会来到教会，不就是结束了哦？而才是另一个起点的开始啊！我们来到教会，出埃及之后才是开始。我们要接受装备，接受操练，成为上帝的军队。上帝说那些奴隶的百姓是上帝的军队，上帝要自己训练、操练他们。上帝把我们找到教会来，也是要来重新操练我们。那天我们圣歌队去退休会的时候。我们那个佑书执事的分享，他是去年海巡模范员工，那是很大的荣耀。他中间分享说，他本来是一个很内向害羞的人，有吗？内向害羞但是来到教会，其实有很多的时候，上帝改变他，让他有很大的一个训练，操练他，以至于可以他在去年还是前年，他可以直接在那边。对着蔡英文总统做报告，这是很大的一个荣耀，很不容易啊，看得吓死了，我们来到教会还是操练的开始，我们是上帝的军队，上帝要他们献礼物是为了建造会幕，上帝盼望所有人都参与会幕中间的建造，你要献礼物，还要服侍，这个过程当中接受上帝信仰的操练，我们一直来。会幕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来读第8节到第9节。来，那个 PPT 8节到9节，来，请。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。圣所在那个时候就是好像个移动式的一个帐篷啊，移动式的帐篷。是敬拜上帝的地方，是上帝怜悯以色列百姓同在的一个记号。因为他们刚出埃及会害怕，他们总要有一个跟随嘛，会害怕。就好像孩子出去的时候，小朋友总是要看可以跟着妈妈，牵着妈妈一样。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，他想要有一个跟随的。所以上帝原本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但是上帝他限制了他自己。要住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成为他们的帮助，引领他们怎么往应许之地。今天也说到今天的3节到7节，讲到以色列百姓献的礼物有什么哪一些？大家可以回去再去查呀。这些礼物，金银铜等等，总共16项贵重的材料，在那个时候都是很贵重的哦。其实，在现在都很贵重，大家可以上去查。当时要用这些贵重的材料来建造圣所，就好像20几年前建成教会，在921大地震之后，我们开始大家齐心来建造这个圣殿。很多人来到建成是说：“你们这个建堂怎么这么新呢？”其实我们当时用的食材都是很好，我很少碰到这个桌子椅子这么重的，伤就重。我们也是就是这个讲台、桌子
就是在会幕里面的东西。经文里讲到献礼物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参与的人要什么？甘心乐意。甘心乐意的献礼物是一种服事。上个礼拜夏斌牧师有讲，服事其实就是一种敬拜。敬拜反映出的是我们人对上帝的敬畏，因为我们感谢上帝救赎我们脱离奴隶的一个生命。我们人会自然而然用行动来报答他，就好像我们爱一个人，出去，这个应该买给子瑜，这个应该买给子爱。就像牧师到了金门之后回来，弟兄姐妹心里想，牧师应该要买贡糖回来。所以等一下大家有贡糖的，我会想买一些东西，因为我甘心乐意，我不是为了要讨好你们，就好像，听说礼拜晚上，晚楼参加他们公司的尾牙，投到头奖好几万块，他晚上就带着小贾哥有没有？那小贾哥去按摩，泡什么？泡脚，泡什么？吃好吃的。他就 po 在 FB 的动态里面。这个时候，郑梅跟文和哥看到了，心里面就在想：我们终于排到第2了。他们已经排到第2了，但是说第2没关系，至少看晚楼礼拜六会不会有表现。他这么期待，果然，文和哥昨天跟我说了，那个晚楼昨天请他们吃早午餐，我们都很甘心乐意，会想跟我们很多人的分享。我们对上帝救赎我们，我们也想要回报上帝。会不会勉强？有勉强吗？不会，甘心乐意。就像我们对这边有一些做父母亲的，我们对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付出，我们都不会勉强。我们会对我们的另一半，我们也是不求回报的在付出。如果今天我早上起来为子怡、子群、子爱做早餐，我是希望得到他们的回报，那我想这个就很难过了。我难过，他们也会很难过。我们最怕的是，当我们献礼物给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动机跟我们的目的不纯，甚至我们是什么？很不甘愿再献这个礼物，这个服事。圣经上想到什么吗？上帝说：“不甘愿献礼物的，没有心甘情愿献礼物的，我不要。”上帝不要啊。所以甘心乐意是敬拜非常重要的态度。我们在参与服事也是一种在献礼物。只有这样的敬拜，这样的礼物，甘心乐意的奉献跟服事，上帝他说我非常的欢喜。不甘心乐意的他不要。如果我们服事是为了做给人家看，人家看到了，但是上帝他不会乐意这样的。甚至我们服事是要展现自己有多厉害，上帝他也不乐意。所以奉献容易吗？其实是非常的困难。我们要靠自己，其实我们人常常有软弱，我们多少也会很多自私，为自己打算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祷告当中，主啊，我有这样的一个甘心乐意的心，愿意你照我的心怀意念来成就，你帮助我，你帮助我。有时候我们会有点软弱，我们会找借口。就好像上帝也是按照法老他刚硬的心，他固执的心来成就什么10个灾害，来成就10个灾害，不是上帝让他刚硬哦，是他本来就刚硬。上帝是按着我们刚有的比较晚进来，有的弟兄姐妹他来到教会之后，他整个完全改变了，因为他本来他有柔软的心，上帝就会帮助他。
出埃及得到新的生命，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如今知道他的生命是谁的吗？他们当然知道，上帝的。弟兄姐妹，按照新眼光，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真的很好玩。弟兄姐妹，牧师在跟大家讲，当基督徒在某一部分很辛苦，但是当基督徒，你一定要读圣经。你如果不读圣经，其实当基督徒很累，你会觉得你的灵命好像有来教会跟没来教会好像差不了多少，那你干脆就在世界好了，反而更轻松、更自由。当我们在读圣经，我们再往后读到36章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么？他们心受这种感动，他们很欢喜，他们都甘心献礼物来建造圣所、建造会幕，甚至有一个人怎么样，把自己的工作先放下，来圣所摆第一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最后，圣所上帝要求的这些礼物超过了。6年前我们建成教会漏水，还有印象的人请举手。6年前好，一半，很多人都没印象。6年前牧师刚来教会的时候，哇，什么漏水？后来我跟魏长老一看，这个很早就漏了吧？漏这边补这边，水就跑到这边，然后再漏这边，水又跑来跑去，所以你永远抓不到的。只要一下雨，魏长老打电话给我，我跟志梅牧师都很紧张，我们就来这边来把那个钢琴挪开，因为水滴下来，然后拿桶子在那边接。后来上帝感动我们要来把圣所把它弄好。过程当中，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的工程款要100万，我们在那1个月的时间，上帝就自己来成就。只求弟兄姐妹甘心乐意。最后1个礼拜差20几万。那天会计跑来跟我说：“牧师，里面有现金20万。”现金20万，不知道谁奉献的，现金20万。这个是不是神迹？这是神迹，这是奇事。当我们有甘心乐意为上帝的殿奉献的时候，上帝会以我们重担，上帝会自己来成就。只有甘心乐意的时候，上帝在这过程当中，他这不是要我们的金钱。上帝难道有缺人？他没有，他是要看到我们的心啊，看到建成弟兄姐妹的心，那个奉献的心。上帝要我们这颗心。只有甘心乐意的奉献跟服侍的信仰团体，才有办法完成这样圣所的建造。大家不要以为修筑这个很简单。我那时候跟志梅牧师有个祷告，长执会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，我们就不做了。我们绝对不会用多数决，然后把这个按着，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不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透过建造这个圣所的过程当中，激动每个弟兄姐妹。牧师到现在还不晓得那20万到底是哪个弟兄姐妹奉献的。我想他应该是被激动的，不晓得会不会心不甘情愿，就提款机提了20万。这个一定不是提款机嘛，一定是特别去领出来20万，然后他也没写名字就奉献了。也如果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教会里面才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。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到20节，基督徒都应该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就是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命，当我们愿意认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之后，我们的命就是属于上帝。是上帝付出极大的代价将我们买来了。上帝将我在20几年将我从这个社会买来教会，是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的死替换我的活。我们本来好像还没认识上帝，好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。上帝改用他的儿子耶稣去钉十字架，换我们下来。你可以下来了，换我来定。我们是这样被救赎过来，所以牧师再讲一次，
当我们一定要意识到，这个社会现在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，大家一直以为有的都是自己的，多还要更多。我们看到政治人物也是要卡位置，在公司行号大家互相，然后很多人就是诈骗，我们面临变诈骗王国。我们一定基督徒一定要意识到，就是说我们如今的命，或者还有我们所拥有的金钱、能力、才干，我们的恩赐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，而且这些都是上帝的。甚至我们能够意识到，你今天还有一口气，也是从上帝来的。当我们有这样的觉醒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会变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有这样觉醒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。会怎么不一样呢？就好像那些以色列百姓，当他们甘心乐意献上礼物来建造圣所会幕的时候，是敬拜，也是一种什么宣告？宣告什么？耶和华上帝这个神才是他的上帝。从那一刻起，以色列百姓才真正脱离被埃及控制奴隶的身份。唯有他们认识耶和华上帝这个上帝之后，他靠近过来之后，他才能完全离开埃及这个奴隶的身份，他的身心灵才能够得到拯救。意思是说，因为这样子，那个圣所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完成了嘛。我们到后面看，圣所就完成了嘛。时间很快，两位牧师来到建成教会，在8月就满7年了。6年多，2000多个日子，长不长？小赖，在6年，你们的盛宴很大了哦。我记得6年多前，子爱刚来的时候是小学5年级，现在高2。牧师来的时候是40几岁，现在已经变成55岁。教会很多长辈，我来的时候也是60几岁，变70几岁，60几岁的变70几岁，70几岁变80几岁，80几岁变90岁。这6年多是很恐怖的哦。当然，我们有很多我们敬爱的信仰的弟兄姐妹蒙主恩召，在这6年多还不少。在这6年当中，上帝给我们建成教的意向就是成全众圣徒，万民皆祭司。我们要建造属于基督的教会，不是我们个人的教会，也不是俱乐部，而且要成为荣耀上帝的教会。有句话说：“不进则退。”我不晓得这6年多来参与在当中的长职，我们都很认真在往前，我们都我们都在往前迈进。我们完成很多美好的事工，像第一个这个漏水，对新到的牧师啊，就花那么多钱哈，这个牧师很大胆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教会因为这样子哈，牧师就走路了。甚至这样子的话，很多长子就吵起来了。我们不要看一个小的工程，所以上帝让我们在当中见到很多美好的事工，也很多我们觉得不可能的地方，他来完成了。我们和以色列百姓一样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军队啊。上帝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，透过许多的事工、许多的服事，我想有参与在服事的弟兄姐妹一定很有感。如果你是甘心乐意在做这些服事，而不是能够闪就闪啊，在那被抓到了啊，牧师都讲了嘛，我就去做。如果你不是这样子，在这6年来，你的信仰跟你的灵命会成长很多，你的信仰跟灵命会成长很多。经文说，我们甘心乐意献礼物的，这个甘心乐意是全部啊，1到10是10啊。愿意这样的人，当然最后也会得到上帝加倍的祝福啊。今天魏着人在祷告里，上帝一定会加倍祝福的。
但是10分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。10分代表你要有很多，你要限制你自己的欲望，你的时间。牧师讲一个，昨天举个例子好了。我们今天的爱餐，今天是辅研，辅研厨师辅研。牧师很感动，他说牧师那个让他们料理的休息一次，我们礼拜6都会有来切菜，他说让他们休息一次。礼拜天他自己去买菜，他摩托车来来回回菜市场，早上牧师开门，把肉啦什么，然后红萝卜啦等等甜不辣今天有做那个汤。然后来了之后，他就开始自己在那边弄，那边切。若不是甘心乐意，不可能这样做啊。第二个，等一下我们会吃到酱，那个马告甜式沙沙酱，马告甜式沙沙酱。昨天妇女团契，有做那个酱，非常好吃。等一下大家也吃得到。这个老师，我们下午3点开始，这个老师10点多就来准备了。妇女团契的会长从早上一直陪，中午还请老师吃饭。然后妇女团契的契友就很开心来参加，根本不晓得早上发生什么事情。牧师要说，这个会长他是有责任的会长，他才刚接，他跟牧师分享，要是早一点接，他不敢接。刚好今年，他愿意承担这样的重担。他什么都不懂，但是他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，上帝就会给他智慧，然后帮助他。反之呢，如果不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跟服侍呢，会带出什么样的东西呢？刚刚我讲了嘛，2分、3分、5分就是不甘心乐意嘛。因为我们这个是甘心乐意是10分嘛，就会慢慢觉得来教会几10年了，教会嘛是安那样，教会也没什么嘛。然后你也觉得你还是很多的问题都一直在你生命当中打转，你的家庭总是没办法再往前跨一步，你的信仰也没办法往前跨一步，那个是很可惜的。我们不要常常体贴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常会体贴我们的肉体。团契人那么多了，今天我没去，不会少我一个啦。我们的圣歌队的诗琴柴颖，他最近身体发生的问题，不管筋骨、脚、手，弯曲都不能伸直，很痛。但是牧师很感动，他一样来弹琴。他说不来谁琴谁弹。牧师相信，牧师也跟他讲，牧师相信，因为我也曾经这样经历，我跟这位牧师也这样经历，在我们生活很苦的时候，我们一样要按照上帝讲，我们去经历，我们一样服侍。我说你要跟上帝求，上帝给你很大的机会，要让你经历他的神迹奇事。上帝要透过服侍，让你去更认识这个神，因为他从去年复活节才受洗，他对上帝的认识跟这些出来以色列百姓，其实还不是很认识。上帝透过这些服事，透过这些经历，要让他来更认识上帝。我说这个是你的福气。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来这边老了基督徒了，反正来做礼拜，其实他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，他的上帝不是日益更新的上帝啊。敬拜团，最后，牧师要跟弟兄姐妹说，上帝已经带我们出埃及了。上帝已经在未人当中从世界把我们拣选到教会。我们的心，我们人出来了，我们的心千万还不要再留在埃及。我们心不要留在埃及，我们要出来。当我们的心如果还留在埃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求你要跟上帝祷告，求上帝帮助你。你有一个甘心乐意、愿意服侍、愿意转变的心。县城教会这几年之所以能够改变，就是我们有一些长子，我们有一些愿意改变、转变的心。他们常常给牧师很多的提醒跟建议。我们有一群愿意追求真理的心，
以及我们有一些彼此相爱的心。我们人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已经出埃及了，我们已经脱离奴隶的身份，我们不再为被这个世界所辖制。当世人都在追求的都是一些看得到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被那些辖制。我们的年岁就好像草一样，看得到的那些柔美就好像花一样。草会凋谢，花也会凋谢。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啊。求主帮助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用第一首来回报。第一首，我们用第一首，请大家站起来。我们等一下用第一首的诗歌，我们来跟上帝敬拜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求主继续用我们。可能我们现在状况并不是很好，上帝绝对不会在你状况好的时候用你的啦。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新的眼光，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他，当作活祭来献给他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透过出埃及记，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命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是你用重价赎回我们，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重价赎回我们。而主，我们要在宣告，我们要常常知道明了，你圣灵的，我们是圣灵的殿，也帮助我们从今以后，我们在我们的家庭，我们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要来荣耀你，因为我们是带着主你馨香之气往前行。我们不再是奴隶的身份，我们乃是尊君的身份。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也让我们能够再用甘心乐意的心，参与教会的服事，参与敬拜。在每一场，我们在职场，我们在家庭，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，都是敬拜。愿我们的表现，我们所行，都能够来荣耀上帝你的名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，带着回家。